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第4号。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上喜欢的佚佗物仔。我上喜欢的佚佗物仔是阮老爸。哈，哪有人的佚佗物仔是老爸？伊是人呢？是啊，想想咧，我真细汉也无啥物佚佗物仔，较生我的佚佗物仔的，就是阮老爸啦。阮老爸人悬汉大阁大箍，头毛有一点仔白，伊的性地真好，目睭大大蕊，看人真清澈。阿母讲，我做阿爷仔，还阁手泥抱的时，甲阮阿爸就真有缘。有时阵咧哭，看到老爸就会点起，随时转笑面，赶去要互伊抱。较大汉了后，阿爸便若下班，就会甲我耍规半步，看到伊，我就会念条条。会记得自细汉，我就无像别个囡仔有好耍的佚佗物仔。读高校以后，我甲小妹无聊的时，煞定定甲阮老爸当作佚佗物仔咧创治。阿爸袂因为伊是士大，不管时嘛应好阮耍。伊讲，少年的时捌看过一出华语电影，叫做《儿子的大玩偶》。阿爸讲，伊真欢喜做阮姊妹仔的佚佗物仔。有一摆，阿爸坐伫客厅，哪看电视，哪啉汽水，无伫无当煞困去。阮趁伊咧困，甲伊剩半罐的汽水啉了了。等伊精神啉无汽水，小妹骗讲是阿爸家己啉去的。阿爸比家己的头壳讲伊痴呆去啊，害阮姊妹仔笑甲用要死。伊嘛加薪急甲袂输头壳歹去共款。饱赞坐中昼，阿爸倒咧眠床休困。阮姊妹仔甲一粒卵徛伫伊的腹肚顶，拢无连落来。阿母摕相机甲伊翕起来，搁放伫脸书顶悬，随时有几啊百人起赞。我想，阿爸一定知影，伊超工假困，要互阮姊妹仔欢喜的啦。搁有一摆，阮爸仔囝咧预备小吹。换阿爸伫楼骹做鬼，阮两姊妹仔无爱咪，煞爬去2楼看樱桃小丸子，害阮老爸伫楼骹找规步久，才看到阮坐咧楼顶，已经甲电视看甲毋知天地啊。搁有一摆有够作孽，真暗，我摕阿爸的目镜，用乌目甲囝顶擦乌乌。加顿早起，阿爸摕起来看的时，伊随时发讲，奇怪，天哪会到大还袂光，害阮姊妹仔笑甲两样。了后，阿母叫我甲阿爸会师咧，阿爸无生气，敢若讲，无要紧啦，我知影查某囝你甲我耍的啦。我真歹势，随时走去甲伊揽条条。即马我已经大汉捌事啊，知影安尼是毋对的代志。虽然阿爸甘愿做我的佚佗物仔，毋过安尼无大无细，实在真无妥当。我心肝底暗暗啊发愿，后日阿爸食老的时，换我来做伊上喜欢的佚佗物仔，甲伊做伴，甲伊耍，人互伊笑。互阿爸欢欢喜喜过日子。我的演讲到这结束，多谢大家。